现场甲线上的兄姐，大家平安。平安。咱做伙起立咱来学乐敬拜咱的主，咱的上帝。咱要做伙用这诗歌，真平安，我当想诉恁头一遍咱甲唱过，第二遍的时阵真平安踮我心，真平安主当想诉我咱会当伫遮用安尼来回应真平安，我当想诉你，真平安是世间袂通找，真平安是世间袂为真明了，真平安踮你心，真平安我当想诉你，真平安。真平安，我当想诉你。真平安是世间袂通找，真平安是世间袂通真明了，真平安。踮我心，踮我心，真平安，我当想诉我用，真是听我当想诉你，真是听是世间袂通做。真是听是世间袂话真明了，真是听踮你心，踮你心，真是听我当想诉你，真是听，真是听。我当想诉你，真是听是世间袂通做，真是听是世间袂话真明了，真是听踮我心。踮我心，真是听主当想诉我，当想诉我。咱要做来献上咱的感谢，承认咱的亏欠，甲咱的罪。咱用主的话，咱做伙来宣告讲：上主是我的快乐，我要唱歌称赞，伊甲我解救。伊是我的上帝，我要称赞伊。伊是我列祖的上帝，我要尊重伊。求你关心我的艰难困苦，除去我一切的罪。弟兄姊妹，咱要学了这位上主伊是享受救恩，互咱有快乐。伊是咱的主，伊享受永活毋忘的恩典咱每一个，所以咱咧祈祷感谢讲上帝，阮的主你是享受阮快乐，享受阮救恩，享受阮恩典的主你会通家己咱承认讲我愿意伫遮来信靠你、尊重你，承认阮的罪借着耶稣基督来保护、来牵起我会通无罪安尼咱开声来祈祷，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感谢你，你是阮的主，阮的石盘，阮的避难所，主，你享受阮平安的主，阮感谢学了你，互阮会通伫这个困境，伫这个病毒畅行的时，
愿有缘伫遮来挖靠你，愿主你顺属，你伫阮生命中来掌管，互阮知影通挖靠你，行你主你稳定道路，让阮伫你面前祈祷。哈利路亚，阮好感谢你，一切荣耀尊重拢归于你。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是阮的，你是我的，你是阮迦南教会主。也是阮个人的主，你想是阮有救恩、有开力，你是阮的避难的所在，你是阮伫欠缺中间来，互阮教育、阁有村供应阮的上帝。愿主是阮所特别伫即款的疫情病毒创行的时，阮有缘伫遮来挖靠你。虽然有惊吓，但是你是享受平安的主。愿主帮助阮，互阮会通随时敬畏你，因为要互阮伫敬畏的中间得到智慧，互阮伫挖靠你的中间得到开力，历经阮一条各新各我有毋茫的道路。阮会通伫遮，无论伫现场也伫线上，阮有缘做伙伫遮用敬虔的心来敬拜你。愿主你甲阮三个同在，听阮的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请坐，请坐。那么恳求主来帮助来医治讨病，咱做伙用主的话做来宣告讲：所有求叫上主的人，伊甲因亲近，伊亲近诚实求叫伊的人，敬畏伊的人，伊会互因的心愿实现，搁会听因的求叫来拯救因。咱的需要吼，伫咱的心灵咱有侪无偌侪啦吼，几个兄弟吼，有确诊啦吼，咱求上帝来帮助吼，咱昨暝咱的迄个困哥吼，管理的干事嘛是2条线安尼吼，所以我早起起来我就爱驶一条线吼，所以感谢主啦吼，无论是伫这个病痛的中间，咱恳求上帝来医治，互因无这后遗症吼，就种有这刷落去啥物款的症状安尼，咱恳求主来帮助，互咱的心的能得到勇敢。伫婚姻感情产业吼，特别最近咱的这少年囡仔吼要会考吼，伫5月有会考吼，咱的囝儿孙后咧会考，咱求上帝来享受因会通敬畏上帝，也有智慧吼，来祝福因人甲人的中间的关系，因为咱知影讲疫情安尼吼，拢会影响拢会惊吼，所以咱恳求上帝来施恩祝福吼若会通拍这个证书吼，三剂拢爱甲做哦，迄落安尼较有抗体所以安尼变做若有着，身躯可能那像感冒安尼啦哦，所以咱恳求上帝来帮助哦，保守咱，所以咱邀请讲做法你将做法灵、思想、感情、意志甲身体主来将你一切烦恼交托伫伊的手中。好，咱来做伙来祈祷。如果你有需要，你嘛当徛起来，有同工长老来为着你来祈祷。咱开声来祈祷，线上兄弟咱嘛做伙来祈祷吼。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有多感谢你，你是阮的主，你是伫阮讲限，伫阮有最这的悲痛，也是欠亏，是你帮助阮，互阮特别面对这个本土疫情的创行。伫传染，愿恳求你来怜悯。阮知影讲，伫这世代有侪这得罪你的，愿主你来怜悯咱们的这世代。主啊，愿恳求你来帮助，用你的圣手来保护阮的兄弟，无论有确诊的，愿恳求你来受恩赐，愿主你来医治帮助，紧紧来脱离这个病痛，让阮的面前恳求。我的主，我的上帝。伫逐世代、逐所在，你正做阮的帮助，正做阮的避难所，正做阮伫欠缺中间的供应者。伫阮行无路时，你引带阮一条各新各活的路。感谢主，互阮会通面对阮的困境，阮知影讲有主正做阮的倚靠。阮无论是伫心灵的部分，阮恳求你帮助，特别阮的兄弟伫这个拄
拄到这个病痛的时阵，确诊的时阵，做因的心无惊吓，通保护因紧紧伫遮来恢复，脱离这个病情。愿主你来施恩所，阮伫遮，因为你有稳定，阮也会当伫实体，也是伫线上，阮做伙伫遮来学落来敬拜。愿主你来施恩祝福，甲阮三同在，这个时阵，阮上需要做你的同在，甲你所享受的平安。听我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咱最后要为着主来守望来祈祷，咱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劳苦背重担的人，拢着来我遮，我要互恁安息，着背我的担来对我学，因为我的心温柔谦顺，安尼恁的心情就会得到安息。直接讲到安息啦，就种迄个内在平安平静哦。咱恳求上帝的帮助，咱互咱会通伫这做礼拜中间无惊吓，受充满上帝的平安。咱为着个人甲上帝之间迄个联络，今仔日吼迦南之声的金句，其实咧讲啊，伫迄个黑暗的中间，上帝光咧照光咱吼。所以，互咱有一个毋是讲伫迄个黑暗啊吼。所以早起我要刣的时阵嘛，上帝啊，你拜托一条线就好，毋通两条，因为两条我无法度徛伫遮，你知无对？木架三个就剩一个安尼吼，安尼了解意思啦吼。所以咱的黄牧师嘛对哦，所以伫遮中间要安怎伫遮来为着教会吼来祈祷吼，咱个人甲上帝的关系吼，咱今仔也有玉山新学院的教授伊金福教授吼，伊嘛是团队吼，我的学长吼，伫咱中间要来分享信息甲报告吼，义务，咱恳求上帝来施恩所，互伊伫这个学院会当来造就这个学生。咱为着这个拜日有咱小组的总举，咱区长、小组长、这个少年家长同工，咱做伙透过线上吼，伫遮来学习啊吼。这边啊，底下来管理这个冲突人甲人之间有好的和谐关系。咱也为着团队部所要推动的事工，其中一个真要紧，就是要发这个调集令咯、教招令咯吼。迄毋是咧做兵的法嘛？要对咱来发这个教招吼，要调令，就是讲来咱做伙伫遮诚做基督的精兵吼，为着上帝国的福音伫遮来征战吼。咱恳求上帝来祝福，哦5月开始，咱的团队部所有在推动的事工都有通顺遂吼。咱做伙起立，邀请咱做伙起立吼，一起站立。咱做伙来祈祷，来为着伫礼拜中间主啊，互我会通拄着你，互我透过上帝你的话，我会通更较明白你的真理，更较认捌你吼，较无你，咱开声来祈祷。主啊，我感谢你。这个真正无平安的世代，阮犹原会通来到遮找求你的平安。阮将阮的劳苦重担交伫主的手中，下你呼召阮囝着无担重的来到你的所在，来到你的身边来亲近你，你就来互阮得到讨房，得到安息。阮主你来施恩所，阮伫今早起礼拜中间，透过逐项的听受，透过礼拜。透过这拢会通伫遮来见到你的同在，认捌你的真理，更较认捌你，让阮伫面前恳求，让阮所有的拢会通伫遮来见证你的大权力。亲爱的主，阮感谢学罗你，互阮会通做伙伫遮学罗来敬拜。阮真较无透过学罗敬拜时，你是阮的宝座，就伫这个所在来彰显。互阮会通借着阮的恳求祈祷，你对施恩的宝座来享受你的医治、供应、祝福，也互阮伫礼拜中间看见你的话，认捌你的真理，更较认捌你。互阮伫礼拜中间专心用敬虔的心伫遮来敬拜你。愿主你来施恩所，阮即时要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当心来祈祷讲。愿你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愿的日式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
无伫刷管一直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因国权力荣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恁着学乐耶和华，着伫上帝的圣所学乐伊，着伫伊权能的强枪学乐伊。各位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只是要用欢喜的心，要用学乐的心来学乐咱的主上帝。恁着学乐耶和华。恁着爱学乐耶和华，因为伊之权之大。恁着爱学乐耶和华，因为伊是名。恁着爱学乐耶和华，伊有永远的慈爱。恁着爱学乐耶和华，唱歌学乐。举起咱的手来，学乐，学乐乐乐乐，学乐乐乐乐，学乐乐乐，因为伊是听，咱着爱学乐耶和华，咱着爱学乐耶和华，因为伊之权之大，咱着爱学乐耶和华。因为伊是名，咱着爱学乐耶和华，伊有永远的慈爱，咱着爱学乐耶和华，唱歌学乐伊，学乐乐乐乐，学乐乐乐乐。咱着爱学乐耶和华，咱着爱学乐耶和华，因为伊之权之大。咱着爱学乐耶和华，因为伊是名。咱着爱学乐耶和华，伊有永远的慈爱。咱着爱学乐耶和华，唱歌。哈利路亚！感谢主，咱将一切荣耀咱归给咱天顶的主上帝。请坐，请坐。感谢主，咱有这个福分，受到主的拣选，成做伊的囝儿。在咱的一生，上重要的事就是爱来认捌主。阿们吗？因为主是奇妙伟大，伊是有充满智慧的主。咱在咱的一生中，就要牵条主、认捌主，将主的福音来传扬出去。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认捌你，
赞你。一生中最大的事是敬听你，一生中最大的事是敬听你，我要靠敬听你，我要靠敬听你，一生中最大的事是敬听你，服侍你，一生中最大的事是服侍你，一生中最大的事是服侍你，我要靠服侍你，我要靠服侍你，一生中最大的事是服侍你，真捌你，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认捌你，是主，我们倚靠你，真捌你。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认捌你，我要靠认捌你，我要靠认捌你，一生中最大的事是你，我要较真捌你，我要靠认捌你，我要靠认捌你，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认捌你。感谢主，因为主时时甲咱同在，伊时时用伊的话语灌压咱，因为伊的话是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咱就要时时来倚靠主。虽然这时环境无好，但是咱知主要掌管这一切，伊要互咱平安、安然来度过咱所拄着的难关。伊是阮路上的光。日头落西山，月亮出东边，南风轻轻烧阮的面，晚风的星月金光闪闪烁烁，光照阮倒转去的路天。耶和华的话是阮路上的光，伊正做阮脚前的灯，头前的路虽然有浮浮沉沉，保守我出黑暗入光明。伊是阮的主。伊是阮的主，伊
的甜，恩义和乐为心存欢喜，伊的手引带阮的人生，日头落西山，月亮出东边。南风轻轻烧阮的面，北风的情话轻苦闪闪时时，讲照我倒转去的路程。耶和华的话是阮路上的光，伊正做阮脚前的灯。头前的路虽然有浮浮沉沉，保守我出黑暗日光明。做伙来宣告讲，伊是阮的主，伊了解阮的心情，阮的心是因为天白快乐，伊的手若亲像伫天顶。耶和华的话是阮路上的光，伊正做阮脚前的灯。恩义和乐，每时阵欢喜，伊的手引带阮的人生，伊是阮的主，伊是阮的主，伊了解阮的心情，阮的心是因为天白快乐，伊的手若亲像伫天顶。耶和华的话是阮路上的光，伊正做阮脚前的灯。恩义和乐每时阵欢喜，伊的手引带阮的人生。恩义和乐。恩义和乐，每时阵欢喜，伊的手引带阮的人生。真主，阮的上帝，你了解阮的心情，阮的心因为疫情，阮郁闷，阮无平安。阮要恳求你来帮助阮，阮面对着这个世代惊吓，你的话就正做阮脚前的灯，正做阮路上的光。你的话一出，就互五人得到同担；你的话一出，就阮伫惊吓中间来得到平安。感谢主，互阮会通有这个机会，去做伙，无论是伫实体，也是伫线上，阮做伙来学乐来敬拜。你是超越时间空间的主，你是无所不在主。你知影阮，你知影阮的惊吓。所以你将你的话来放伫阮的心中，互阮因为你的同在、你的平安，所以阮会通继续勇敢来行阮人生的道路。你也是出你的稳定的手来牵阮，互阮无论是伫阮人生的低潮，也是阮伫阮顺境的时，你拢有缘引带阮。愿主你是阮所，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阮搁一遍。伫阮的动荡中间来交托，阮搁一遍伫阮惊吓心来得到平安，得到安息。愿主你是阮祝福，互阮继续用你的话伫遮来帮助阮，搁较深捌你，互阮一生中间上重要的代志，
上得到福气的代志就是信靠你。听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上帝只是临在，大家当心敬拜，以主面前献上好彩。上帝的圣殿内，大家点情礼拜。心肝全已经献归拜，当日子背上的，心肝里面挂碍，我让你看来。上帝永远存在，听见呼声，万事万作为来敬拜。现在，现在，现在，永远到个天涯。你在心头跟前我散，我要做了条，我从隐秘里想，没有道理想呀。温柔万我光头，前提我是知道，几个先出主必得，千秋现在交交，万里灿烂烈阳。我们路路滔滔北逃，写起高明光，万国的主领导，万里贤惠追讨。阿门。咱同心来祈祷，主啊，转良的八上帝，阮的心要滚地圣神的引带，一切伫基督内面，同心敬拜三一真的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佮你眷顾土地，落雨灌压伊，互伊浸肥。上帝和伊的水满满，你安尼陪伴土地，就是替人陪伴我国。你用大样的好物来保障阮的肉体甲精神，佮有奥妙智慧的话语，苏醒阮的心神。因为你的话是大有气力、大有权能的真理，要互阮的灵魂清醒，保守阮一生的路途袂会失迷，袂会丢淡。阮向你献上感恩无煞，总是因为阮的有限软弱，有时偏行家己的路，致使得罪上帝，得失人。也做事事伫阮内面拗撬控告，阮要回转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求你更新阮的心思意念，因为基督已经替阮付出代价，互阮的罪得到赦免。相信救主要带领阮得到你所陪伴一切的恩典。阮决意
一世人分地主，养光明，互软弱变做刚强，灵命日日成长，来领受上帝所赏赐的新生命，并且无论得时不得时，拢要兴起基督的烈火，来经历主丰盛的恩典。拜上帝！今仔日是玉山圣人院的奉献主日，我们为着玉神的事工、经费甲同工，求主保守、供应甲带领，催促众人热心来为因代祷甲奉献，保天经费甲帮助，保守义务推动顺序，互新学生伫学习的过程无有窒碍，通伫原住民的中间正侪帮助人灵命成长的良师益友。伫这个拜日暗时8点是青年牧区的壮举会，虽然是用线上的方式举办，有愿求主掌权和政区长、小组长拢热烈来参与，也时间无过日空空，是有好的领袖，灵命得到成长，求主保守。我若要为着本会的传道部来祈祷，唱出同工有勇壮的信心，灵魂精炼，得到上主的牧养看顾，带领各组所计划的事工推动顺序，通伫主的恩典内面，成做福音的出口，带人归主来荣耀上帝利益众人。5月份开始，2月又发出的教育调查令，求上帝带领基督成兵的事工皆无顺序。当先为主做工，去做教会。两边，我若要来领受上帝的话语，通过吴教授的讲解，正是阮生命的灵粮、生活的准进。有圣神开启阮的心窍，坚定阮的心神，认真来听。当阮将这个事摆在伊的面前，交托伫伊手内，求主垂听，应允阮的祈求，感恩困求的祈祷。是奉靠，是奉托主耶稣的圣名，阿门。阿门。有主的名，听阮祈祷。请坐。所找咱来启应文第60篇。也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甚至天使的语言，若无因来，我就亲像喇叭会响。喇叭。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我若有教育信心，通移山倒海，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躯，互牺牲。仁爱是宽容。有仁爱就袂嫉妒，袂做见笑的代志，袂快受气，袂爱不义，仁爱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愿望。这啥？仁爱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是暂时。咱所捌的有限，毋过迄个完全的即个来。我做囡仔时讲话亲像囡仔。我已经成人，咱现在亲像照镜咧看，无明。我现在只有在一部分，
第声，安尼信、望、仁爱，这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这是咱来请萨克斯风团来献诗，所献的诗歌。你扶持我。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可福音12章28到34节。
现代第一译本第109页，第3版本的耶稣，请看银幕。马可福音12章28节。有一个经学教师来，听到耶稣甲撒都该派的人在辩论，看耶稣应了真对，就问伊所有的诫命中，倒一条第一重要？耶稣应讲，第一是以色列啊，恁着听，主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着专心、专情、专意、专力听主你的上帝。第二个是，就听厝边，亲像听家己，无别的诫命比这个较重要。迄个经学教师对耶稣讲：“老师，你所讲的真对，你讲上帝只有一位，以外无别个。佮讲着用专心、专意、专力听上帝，佮听厝边，亲像听家己，是。”比很隆重的小法者甲证明，佫较要紧。3、4节，耶稣看到伊因了真有智慧，就甲伊讲：“你离上帝国无远。”迄时以后，无人敢佫问耶稣什么问题。以上，这是啥玉山新人院有音乐教授来讲道。题目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我玉山城邑的今仔主日，总是我的台语吼，讲较无认同。我是泰雅族，新竹县泰雅族。常常有人误会我哈，以为我是汉人啊。如果口罩脱下来哈，绝对比游牧师还像汉人。所以，容许我还是用我最熟悉，因为我从台神一毕业，1988年就到玉山神学院。你知道玉山神学院现在政府正免哈16组，啊，但我们学校没有到16组了哈。但是我也屋檐哈拢是不赶快，好，我们所以没有机会学台语啊，也没有机会到迦南教会来牧会，所以我也台语讲会看不定凳这样，所以我还是用我熟悉的华语跟大家来分享，你们觉得可以吗？如果你们说不可以，那我就用台语。可是我要先告诉你们，我要讲3个小时。好，谢谢你们哈。很高兴今天是我们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那我代表学校，谢谢大家从过去到现在不断关心这个学校啊。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非常重要的信息啊，希望透过圣经让我们再次激励，尤其是在这个疫情非常严峻的一个地方哈，那个疫情肆虐全球，包含我们的台湾啊。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在这个过程里面，神必然保守。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主你面前，今天是你所定的日子，我们来到主面前来祈求。主，我们知道，在这疫情里面已经肆虐全球，来包含我们台湾。主，在这个当中里面，我们就要经历到神。我们因为我们面对这样的苦难，当我们借着苦难，让我们更深认识主。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在启示录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日子，还有比这个更大的苦难。主，这个时候就是考验我们基督的信心，我们跟神的关系。主啊，这个时候我们也透过主你今天的话语这个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是什么？求上帝透过你的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明白上帝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知道，在我们这一生里面一定有你认为是最重要的事情。那我们每一个人一定都有自己心中觉得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投资客，投资的话，你会想到他接着最重要是什么？金钱啊。那如果你是在做生意的，在经商的人呢？那经商当然要考虑到他的事业，对不对？那会觉得最重要。那政府在政府机关上班的人呢？政府像总统啊，还有我们这个行政院长啊等等啊，他们会觉得什么最重要？就是他的地位最重要。那政治人物呢？立法委员啊等等啊，那他们觉得什么最重要？名望最重要。如果一个立法委员名声不好，下一届可能就不会选他了。所以名望最重要。那我们教授呢？教授因为有这个升等的关系啊，从助理教授要上去副教授，然后再来这个正教授，这个过程里面，他觉得最重要就是什么？学术最重要。所以我们还有就是我们说妈妈呢？妈妈觉得什么最重要？我相信当妈妈的一定最重要，家庭最重要啦，家庭最重要。那年轻人还没结婚的人呢？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爱情最重要了。所以从这边那么多分门别类，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阶段，每一个人就有可能不同的看法。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人生就是一种什么选择？问题是说，你选择的是不是你生命中，你认为是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然后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以前呢，我要请大家来看这个东西。我就要你们，有人按错，对不起。对，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这个画面是当然很清楚了。这个是什么？火烧屋啦，火灾啦。好，想想看，你有一天你家里发生的火灾，如果你时间还来得及，还没有烧成这样的时候，你会先抢救什么？想一下，你会先抢救什么？当然不是，你时间还来得及了当然你的孩子啦，你的夫人啦，你的先生啦这个生命当然是最重要。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当然逃命是第一了我意思说，你还有一段时间还可以抢救你家里的东西，你会先抢什么？存折、印章，因为里面太多钱了你可能还有卡片所以你必须要提款要用的。那还有什么？你可能会觉得什么现金啊、黄金啊，或纪念品啊，以前的女朋友给你的，哇，这个偷偷的放在那边不能给太太看，这样，哇，那个还是很重要，还有很深的回忆在这里面。还有一些你觉得衣服非常重要的，可能还有宠物都会想到这些。所以没有错，我们在讲了这么多东西这些东西都重不重要？重不重要？不重要都送给我好不好？重不重要？哇，好。那因为这东西都是你很辛苦争来的，当然很重要，当然会舍不得。其实我要大家去想象一下，你房子如果真的火烧屋，然后我要你们去想说你要会抢救什么，无非就是要你想一个问题：什么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这些东西吗？我说生命是生命中最重要，是这些吗？还是还有更重要的事？所以我们今天就要透过今天的经文来思考这个问题。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所以首先我们要从一般人对生命的看法，好，然后我们再从圣经的角度回头来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好，那我要说这个主题前呢，我是一个老师了我要考大家那这边有几个现象那从这几个现象里面呢，你按照你的顺序，哪一个是你会先把它排除掉？朋友。是不是你先把它拿掉？还是亲人？还是金钱？还是健康？还是权利？你有没有觉得这几个都很重要啊？如果这些东西都要舍弃，只选一种，我一定会舍不得但是呢，我们必须要选择。就像我刚才讲的，火烧屋的时候，你必须要抢救你可以抢的东西，你非抢不可能全部都抢，所以不可能这5个都是你要的。所以你要从哪一个顺序来按照顺序，你先把哪一个拿掉，好，那你们去想看看哪一个是你们会先拿掉。那我会分享我个人呢，我第一个我先拿掉的是什么？哪一个先告诉我？你会先拿掉什么？大声讲没关系。权利，答对了，我也是权利。权利怎样？有这个权利不能代表一切，对不对？无权一身轻呐。好。
第二个是什么？朋友哈，哇，可见人朋友对人不好。我第二个是金钱呐、我说钱财哦，是一个是身外之物，对不对？不能买来一切啊。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如果你赚得全世界，却什么赔上自己的生命，毫无益处啊。这金钱也不是最重要。第三个是什么？我还是朋友。好，可以，我尊重你们的选择。我是健康。健康当然重要，但是健康你也知道不会永久啊。像那个秦始皇，他希望长生不老，后来他有长生不老吗？没有啊。我们总有一天还是会衰老病死，对不对？还是要面对死亡啊。所以是健康。当然我们还要重视健康的啊，不是叫你们不重视，而是在你选择的时候。第四个是朋友。那我们有很多好朋友。可能你有所谓的闺蜜，你非常好、非常亲密的伙伴，可是有一天你跟他之间有所谓的利害关系的时候，他的态度对你改变了，因为你们有利害关系，可能他就成为你攻击你的对象。你说会不会有这样的人？我相信在我们人生过程里面，多少可能会碰到。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讲到这4个都会改变。最后第5项是什么？亲人。等一下，亲人，这个亲人是什么？什么关系？血缘关系、血脉的关系，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否定的，他是没有办法否定，因为只有血缘的关系，所以注定不会改变。而且你所有的伤心难过，最后你还是回到家里面，寻求最安全的地方，这样。所以最后选择的是亲人。所以我的答案是什么？我个人5、3、4、1、2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做出选择了。不管你选择是如何，但是我告诉各位，没有绝对的答案，就看你心中所想的是什么。但是我要大家做这样的事情，无非就是要大家思考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你认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好，那我们讲到这边，可能还不够。不过回答这个刚才讲的这东西哈，那我就用2个故事，很短的故事，引导大家来思考这个问题。第一个故事是什么？第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位指挥家托斯卡尼尼，他是一个举世闻名的人那他80岁的时候，他的儿子就很好奇问他爸爸，他问他这个问题：爸爸，在你一生中你也指挥那么多的乐团。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请你告诉我，你觉得哪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他爸爸怎么告诉他的儿子？他说：“现在我正在做的事情，现在我正在做的事情。”他可能现在不知道在做什么。他说：“也许我现在正在这个这个指挥交响乐团，或者说我正在剥一颗橘子，就是我最重要的事情。就像我现在。”正在做什么？正在对大家讲道，现在是我最重要的事情。然后第2个故事说，有一个人问这个画家梵谷梵谷先生我请教你，你画了那么多画都非常有名，那我请问你这么多张、几百张、几千张当中，你觉得哪一张画是你觉得最好的？你知道梵谷怎么讲？他说：“就是我现在正在画的，你有没有看到？”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现在我正在画的这张，就是最重要的。这些故事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这些故事就是要提醒我们什么？无论你做过任何善事，丰功伟业，过去就已经成为过去，当下才是最重要的。就诚如保罗什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努力面前是什么意思？就是指当下，就是指现在。你活在过去还是活在现在？你愿不愿意让上帝来丰盛你的生命？你愿意让神来寻获你吗？我用一首泰雅族的这个诗歌来让我们透过这个诗歌来思考神要对我们的说话。덮샤의 고셀에수
야바오 도카얀 요사미 머라와 순난 읍샤의 고세레수 야바오 도카얀 요사미 머라와 순난 야바오 도카얀 소베파라히야 라마 비나바 사호이마무 모아코라 라마 비나바 사호이마무 모아코라 各位弟兄姐妹，这首歌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这首歌其实也在告诉我们，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这首歌的歌词告诉我们，神为我们预备的那永久的家乡，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地方，不再有忧愁，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疾病，不再有疫情，不再有罪恶来缠绕你。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新天新地，是我们永远的家乡。神为我们预备那个地方，也就是说，也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圣经要告诉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什么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耶稣指引我们人生中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今天我们读的马可福音12章28到31节。这一段经文里面在记载一位文士来求问耶稣问耶稣说，诫命中哪一个是最要紧的？那耶稣毫不犹豫就告诉他说，第一个要紧，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的神。他还没有讲完，又接下来讲，他说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这里面讲得很清楚，第一个优先是什么？爱主你的神。其次是什么？爱人如己。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到，这是有优先次序的概念？耶稣指引我们的方向是什么？不是先爱自己，或是说先爱别人，而是要先爱主上帝。各位弟兄姐妹，你想看看，你爱自己过于爱上帝，你爱别人过于爱上帝，你连上帝都不知道怎么爱，你觉得你爱这些人、爱自己会完全吗？那是自私的爱。当我们认识这个神的时候，爱这位上帝的时候，完全就改变了。所以这是次序是不能颠倒的。可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那我们如何来爱这个上帝？我真的爱上帝吗？那怎么样才叫做爱上帝呢？其实爱上帝有很多种方式。问题是你必须要知道什么？上帝关心的是什么？上帝在乎的是什么？上帝怜悯的是什么？关键就在这里。那为了让大家清楚明白这个，我讲一个预神校友，当他预神毕业，传道分派到一个教会，他告诉我这个见证。他说他到那个教会那个长老看到他，有一位长老就告诉他，从现在开始，你到我这边，你要听我的话，所有一切由我决定。这样，他就因为刚到嘛，不好意思，好，长老，我知道了。这样，后来礼拜天到了，应该是10点开始做礼拜，可是信徒都还没有来，三三两两，一直等到11点才开始做礼拜。那信徒呢？这个信徒以前他知道是有120几位，那现在不到20位。这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个长老呢怂恿前任的牧师喝酒，导致这个牧师跟长老没有见证，
信徒一个一个就走掉了。后来这个长老他说，既然神带领我到这边来，我就要扭转这个乾坤。所以他就在这1个月当中，就到处到山上骑摩托车去找这些人，到田里面找这些人，告诉他我这个传道，我要怎么样来拯救我们的教会。所以一个一个就听他这样讲，所以一个一个回来，不到一个月以后，120几个信徒都回来了。后来他们做礼拜到了一段时间，将近1年，然后他们存到150万。这时候已经是大概20几年前的事了啦，哈。那是150万，还算蛮大的。他们教会就要盖800万的这个教会，好，就决定要盖了，好，用150万。后来因为我们知道盖教会它有工程期，每一期就开始就要拨款。那因为教会的奉献来不及给这个工程费，所以导致这个传道人的谢礼，每个月的谢礼一直就没有办法支付给传道人。那传道人就碰到一个问题，因为他自己家里有房子的贷款，必须要付一点付费这样。后来真的有一天，因为也是好几个月没有付那个银行贷款，他家里就要被查封了。有一次他就到平地教会去为这个教会建堂募款的时候，就募款完了以后，就有个医生就跑来找这个传道，说拿了2个信封袋。那第一封说这个是要给教会蛮货的，第2个说这是要给你传道的这样。我说这个怎么可以给我？这个我们都是为教会来奉献，不可以给我这样。你全部奉献给这样，他说不行。他说这上帝告诉我要给你的。我们可能没有到这个阶段，我听过很多这样的见证呢。我的表弟要到以色列的时候，他手上要21万的这个费用，各方面都没有。他到以色列就有一个香港的人，从来不认识的人，他就放美金进来，他一算就是21万多的钱，所以。这个香港人是怎样知道吗？他就假设他的房子卖掉了，他正在卖房子，可是他的房子还没卖，然后假装卖了，大概可以有多少的利润？他是把那个利润就分给别人。所以其中上帝告诉我，就赖安林牧师，你要给他这样，我表弟。还有我听到好多类似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讲这些故事要告诉各位什么？就是以神为优先的人在我们苦难当中，神就会伸出援手。但是很多人怎样？先爱自己。为什么？有一篇文章告诉我们说，这个人这样的人就是喜欢追求什么成就有关他说什么？有一句话说：“我最害怕的不是一事无成而是。”我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什么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功成名就。什么是无关紧要的功成名就？这边有告诉我们，就是满足于权力跟地位的人，也就是握有主导权的成就感。第2个是什么？喜欢得到人的赞美，那一种成就感。第3个是我有能力做许多别人做不到事情，那一种满足感。我不知道这3种我们有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思考这个问题。后来他发现到他追求的这些东西跟所谓的跟生命完全没有关系所以他到头来才惊觉到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虽然市面上有很多书会教我们教导我们说人生有什么样的一个成就，可以得到一些成就感这样。但是没有一本书告诉我们，生命中哪一个是可以这个成就是最重要的。没有一本书告诉你，生命中可以得到成就是什么。感谢神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教导我们什么？生命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功成名就，而是认识神、爱主的上帝，还要爱人如己。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一首这就要讲的这个。认识神、爱人如己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刚才我们诗班我们这个敬拜赞美团有带领我们唱这首，大家都很熟悉这首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在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唱第1个就好了。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认识你。
我更认识你，更认地认识你，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认识你。你知道上帝很喜欢我们赞美他，我们用诗歌来赞美神。我们可以看诗篇里面好多用赞美来赞美神。我们知道大卫王他一天祷告3次，早上、晌午、傍晚，但是他一天7次赞美上帝。所以当我无法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唱一些我们简单可以思考的，尤其是在这个疫情严峻当中，我们常常用诗歌来赞美神。各位弟兄姐妹，这诗歌里面告诉我们，为什么认识神是这么宝贵？因为认识神会带给我们很多不一样奇妙的事情。譬如说，我们会得着智慧，还有得着能力，会让你有勇气、有喜乐、有盼望。这绝对不是口号。我相信很多人在信主过程里面都有深刻那种生命的经历，就好像保罗，我们大家都很知道这故事。他在大马士革，在追捕基督徒的时候，他亲自遇见了这个复活的主，所以那一天保罗的人生就怎样彻底的重生了。他突然明白，过去他所追求的，原来都是在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所以只有认识主耶稣基督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他说了这段话。我只有一件，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里从上面招我们得来的奖赏。各位弟兄姐妹，圣经好多的话，我们常常说上帝没有听我，上帝没有对我说话，我们错了。上帝都一直在跟我们说话，就在他的圣经里面、话语里面好多。比如说有一次我在台神音乐系毕业的时候，我就想要开始要赚钱啊。后来上帝透过一位姐妹，她被圣灵充满，就告诉我，她没有翻，她直接告诉我，你读这段经文这样，她没有看到。那里面就说人心都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所以我最后我就再投考台神到学硕士，我好多见证，我经历到很多神。所以我们要把神的话语吃进来。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保罗他努力的目标就是什么？就是认识基督啊。保罗这种认识不单是在真理上的认识哦，更重要是什么？他是在经历上认识他，最后他的生命才改变。所以我们来教会，我们不要只有听道理，更重要是我们要在我们生活里面要真正经历到他。所以我们再看诗人大卫也这样经历神，他有这样说法，他说什么？除了你以外，天上我有谁呢？除了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怎么样？他很有学问。那大卫是君王，非常有地位，但是他们觉得这一切都不算什么，他们所认为的都比不上他认识了这位上帝。所以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是耶稣指引我们最重要的方向，就是今天经文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诫命中的最要紧的事情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是什么？爱人如己。可是这段话，我们还要进一步去理解啊！我们必须要认清说，爱上帝跟爱别人这两个界面，我们必须要知道，它是绑在一起的。不是说我在爱上帝，我就不要爱别人了；我爱别人，我爱自己，不要爱上帝。它这两个是绑在一起的。因为耶稣说：“人若说我爱上帝，却恨他的弟兄，就是在说什么？说谎。怎么讲台语？被惨的啊！还记得啊？所以由此可见，你因爱神的关系恢复了。接下来
你就必须要有更进一步，要有具体的表现啊，就是具体表现什么？要像神的心一样。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榜样啊！我们都不学，还是学自己，学别人。我们要爱神所爱的人，这样。所以保罗所以就讲了这一句是值得我们去省思的。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在刚才我们读的诗篇里有读到，来，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又说，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恩赐和才干，最至善的道路就是爱。最至善的道路是爱。所以保罗提醒我们，即便你是世界的首富，你拥有极大的荣华富贵，或是权柄，或者是你有先知的讲道，你有形成这个神迹启示的能力，或是你有傲人的专业跟成就，都比不上圣经这句话：爱人如己，是生命中最大的成就。所以我们必须思考，一个心中充满爱的人，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永远就不需要证明自己多优秀，永远不要去证明自己我多有尊贵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告诉我们，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的，因为他会在爱的给予当中得着最大的成就。结论来讲，各位弟兄姐妹，该告诉我们，在爱中给予中，在爱的给予中得到最大的成就。那我分享神在透过弟兄姐妹爱的给予，帮助了我们遇神的一些事情。就在2005年，我们知道龙王台风席卷了整个花东地区，那我们学校也是重创，所有的校舍都被风吹，然后还有整个拨款都坍塌了。所以透过海内外的弟兄姐妹奉献到400多万，我们修建了这个所有的损害。还有男生宿舍真的是破落不堪了，啊，可以说跟这个一般像类似真的很脏乱了，啊，那个睡的地方什么都很潮湿，各方面都非常破落不堪。还得着双年教会全额补助800万，2006年就启用了。还有同样女生宿舍，当时我当主牧长的时候，我第一天就去视察，去看这个宿舍如何这样。那时候暑假他们都搬走了嘛，我去看，哇，那个宿舍就是睡的地方，就是用铁架那种用栓的，很早期那个，走上去还会一这样，他们还用胶带这样，已经很多年都没有改善这样。我就叫院长跟副院长上来，陈安洲牧师啊，我说你们看，如果是你们的女儿，你看到这个环境，你如何啊？哦，一间有差不多6、8个人睡在一起这样。哎，感谢神，就有一位美国，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我要奉献给不知道什么单位，但是你们可以让我知道有些什么资料这样。我说好，所以没想到他看预神的需要，他马上就奉献，没有多久就进了2100万。他500万就是你告诉我们的，你要修建女生宿舍，800万给老师，800万给老师进修机会了，不是分赃的哦。那800万是给谁？又讲太快了，800万是给学生的奖学金。各位弟兄姐妹，真的神非常爱我们玉山实践。除了之外，你看我们那个综合大楼盖了4亿啊，2005年都落成了，这些都是来自弟兄姐妹的奉献。还有每一年的玉神的奉献主日，学生的奖学金。我们知道，我们学校都常常在经历到神迹啊。我们学校没有那种固定的经费在那里，我们也不像圣经所讲的玛拿一样每天都在供应。但是我们既然我们都可以坚持到76年，那是因为神透过弟兄姐妹爱的给予，解决了很多我们的需要。当然，我们这在过程里面也曾经因为经费不足，我们曾经也面临要关门这样。但是我们坚持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是什么？意向跟使命，所以带领我们走过了一些难关啊。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对玉山神学的关心跟付出啊，为什么你们愿意这样做？那是因为你们爱这位上帝，因为爱你们也得着了满足啊。诚如保罗讲的所说的，在爱的给予中得到最大的成就。最后真的谢谢大家，
对玉神的代祷跟奉献，愿神祝福大家。那为了表达我对你们大家的这个关心跟奉献，愿不愿意让我来唱一首原住民的诗歌？可以吗？好，谢谢。那个我讲一下，有一次我到那个高雄盐城教会讲完，我也是唱歌这样，弟兄姐还热烈的拍手，唱完第一首又说要拍手这样，因为这怎么回事啊？所以要你唱第二首这样。后来那一次啊，那个陈建业牧师那时候是副牧了哈，他就告诉我，于传道，你知道有史以来连那个诗班来奉献，有史以来是你最多的一次。还有到台南教会、东宁教会，李秉恒那时候，李秉恒牧师的牧会我同学，然后有一个长老就把我叫过来说：“于传道，你过来一下。”我说：“好，什么事啊？我告诉你，请你下次不要再来募款了，不要再来了。”他说：“我发生什么事情了？”他说：“因为连你明年的都被你募掉了，这样。”他这吓到，你知道吗？我到中立教会，有一个人还直接就用那个什么支票好像是没有不是没有多少5万块这样，所以感谢神啊！我现在不是说你们一定要掏钱出来，我是告诉你们真的是建立到神。我要唱这一首歌，跟他一起来分享。对，我要唱这首歌之前我要你们跟我一起合唱哦。好，我现在教你们你嗨哟那咿哟嘿，嗨哟咿哟嘿，咿呀吼嗨呀。好，就是还不是这句吗？那我跟你讲，不对，咿呀哦嗨呀，唱，咿呀哦嗨呀。等一下，我这个手下来，摩西的手下来，你们才能唱哦，不可以比我快哈。再唱一次来，咿呀哦嗨呀呗，咿呀哦嗨呀。OK， 好。玛丽提耶稣萨玛，玛丽提耶稣萨玛，萨德卡那么德不德不，萨德卡那么德不德不，还有那咿哟嘿，还有那咿哟嘿，咿呀哦嗨呀。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来。嘿嘿嘿呀！海洋，咿呀哦海洋，咿呀哦海洋，咿呀哦海洋，哦海洋哦海哟海洋，咿呀哦海洋，唱，咿呀哦海洋。再一次哦，咿呀哦海洋，大声！咿呀哦海洋，咿呀嘿嘿嘿，咿呀哦海洋，哦海洋，哦海哟海洋，一起拍手来！玛丽的耶稣萨玛。玛丽提耶稣萨玛，如果你可以跟我一起唱也可以。萨德卡那么德不德不，萨德
得不得不，还有那咿哟嘿，还有那咿哟嘿，咿呀哦嘿呀。我要向山举目，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好，看先生，最后一个高音我忘了唱啊，因为太感动，大家在唱了啊。各位弟兄姐妹，刚才我唱的其中有一个旋律，在我们的2009年版的新圣诗里面有一首玛丽玛丽哈，希望有机会你们可以唱到这首。那愿神祝福你们，那一切都荣耀归给上帝。来，我们拍手鼓掌，荣耀归给上帝。好，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信息来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告诉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就是认识神。求主帮助我们，愿意毫无保留的爱我们的上帝，并时时刻刻实践爱人如己的信仰表现。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像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379首。愿我会那听你，我主基督，请起立吟全首。
这是咱的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若是你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基督来表达你的感恩。感谢俄罗你，感谢你的慈爱。你是阮拯救，是阮性命，拯救阮的性命的主，赦免阮的罪罪，互阮有性命甲平安。伫疫情哪来哪严重，求主看顾保守阮每一个人，心心灵拢会当得到永壮，互阮有好的困眠，喜乐的心，营养的饮食，互阮有适当的运动。来抵抗这个病毒，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平安来度过这个难关。求主感谢，上帝你所供应阮一切，互阮拢真正无欠缺。伫即时，阮将时间、金钱甲财能奉献来做主路用，求主感纳。阮安尼拢是奉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谢谢。请由牧师来报告。大家平安。咱伫要报告进前，毋知头一遍伫咱中间做来礼拜，这也无。若无我代表教会搁一遍来欢迎吼，有任福教授有任福团队伫咱中间，咱搁一遍来欢迎吼。请坐，我了做台语听无。这我的学长啦吼，管我6年啦吼，6届安尼。伊较早是音乐系吼，即嘛是教音乐吼，教即个啥民族音乐民族的音乐等等吼，所以呢，即原住民兄弟吼兄姊妹的歌声拢足好吼。咱来看今仔日的即个报告哈，今仔日玉山上伊奉献主日由吴教授来讲道请安甲报告。咱为着即个玉山上伊即马嘛有本地兄弟姊妹去读啦，毋是过去敢若为着即个
原住民来设立的吼。啊，即马就是拢会地人买探嘛会使吼。咱为着因的即个教育甲因的经费来关心甲奉献。咱即个教会，咱有缘遵守咱一寡防疫的措施啦吼。咱会通下载即个台湾塑胶距离的即个 APP 吼。因为咱即马无迄个 QR code， 佫扫吼。即个台湾社交距离的 APP， 主要是你若去较地边若有遮个确诊的吼，过去有确诊的，伊就甲你通知讲，你甲伊接触偌久，几分钟吼，伊就甲你通知，你就会小注意你的家己的状况吼。咱若有出现遮个发烧啦、咳嗽咯，因为即马足敏感的，你若小可若有猫猫，人就来看吼。这嘛是咱家己小注意一下吼。平常时这个病毒是较惊热吼，热所以咱温开水温这小的滚水吼，若加啉寡吼。咱请咱注意家己的身份，咱有一寡兄弟已经有确诊啦吼，所以请咱伫遮来注意咱的身躯。咱伫即个昨昏甲今仔日吼，温度训练咱暂停一遍吼。伫遮因有一寡影响，所以咱暂停一遍。咱顶礼拜有庆祝母亲节吼，今仔日有未刻着即母亲节礼物，咱阁有即礼拜吼。毋知咱现在场的有人未有刻着无？请徛起来吼。若未摕到这母亲节礼物吼，迄个有分一张单互恁，请恁吼有甲写好吼，来，因为咱爱知影讲有啥物人领，无领安尼吼。内底有3项物件吼，3项物件吼，有这包括咱的茶甲有迄个登山杖吼，你出去外口行行的吼。你问吼，咱顶礼拜已经有人讲迄个管吼，安尼伤大力，抽者怎啊变分尸安尼啦吼。你来转转到有一个杆吼，甲锁按吼，安尼所以请咱注意哦吼，这个茫伤大力吼。伊有2段，可能有2段的款吼。咱有帽仔吼，互你出去行行的吼，莫去人济所在吼。好，咱有祝福这妈妈吼。咱若因为即摆疫情嘛影响所以兄弟姊妹就毋敢来到咱教会迄实体礼拜，所以请咱有缘利用线上的奉献吼，伫遮来奉献。咱有无共款的即个方式，有遮个无共款的项目吼，你上无100箍，因为咱还有搁扣手续费。所以伫遮你会当利用信用卡，利用遮个来配等等吼，也是去超商吼。咱因为有一寡兄弟姊妹无来，请咱有缘通对线上来为着玉山新人医伫遮来奉献吼，安尼当恳求上帝来祝福。好，咱伫拜二咱的青年牧区吼，咱有区长、小组长也是少年家长吼，阁有恁若有邀请你的组员吼。咱拢会通做伙伫即个线上来听即巴正老师伊要来帮助咱，伫带小组也是讲人甲人中间你的冲突的管理术吼，伫遮会通上Google Meet吼，即有迄个会议的代码吼，请咱会通伫遮来学习咯，做伙来学习。咱因为考量到遮个囡仔吼，囡仔因未煮即个未种煮啦吼，所以伫遮有因到5月29拢是改线上吼，还有一寡妈妈就无法度来，所以会通伫线上带囡仔吼来伫儿童牧区即个礼拜。拜3 5月18吼，嘛有搁一遍伫线上请廖伟，反正即较早5点钟的即个主持人啦吼，廖伟凡即个老师吼，也嘛是主内兄弟。顶回已经有请伊伫线上伫遮来分享吼，嘛真侪社区的朋友来参与，所以咱会通伫遮吼来参加即透过Google Meet。
咱因为要做一寡预防性的一个预防啦吼，所以对5月13吼，顶礼拜5开始，到伫5月23咱一停就是有10天，因为这市政府规定的吼，所以伫遮5月13到5月23吼，咱有暂停10天吼，请德福这关怀据点的这兄弟吼，请注意吼。咱伫迄中间注意家己的身躯的健康。咱的合作社嘛，为着要服务咱大家吼，因为即摆搬去伫爱迪来对面遐楼顶遐吼，可能咱较袂习惯每一个主日，每一个月第一个主日吼，上午的9点45到10点45吼，会伫401教室伫遮来服务咱的会友吼，所以咱会当伫遮来利用即个服务吼。其他的请咱家己来看吼，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读2遍，做伙来。你着全心、全情、全意、全力听主你的上帝。第二是着听出边亲像听家己，无别个改变比这个搁较重要。马可福音12章30到31节，搁一遍。你着全心、全情、全意、全力听主你的上帝。第二是着听出边亲像听家己，无别个改变比这个搁较重要。马可福音12章30到31节。会场请起立来吟祝福的诗，圣诗第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吟诗山请由牧师祝祷。同心祈祷，领受上帝所，愿恁大家伫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伊的保守看顾，面对这个疫情的创行，拢会通有主的平安，甲恁三个同在。愿天父上帝用无改变的主爱，正做盾牌的4面来固守恁，互恁出入拢有平安。愿主圣神感动，互恁专心听上帝，也通听人亲像听家己。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阿免，阿免，阿免。请坐，请咱默祷。
咱的礼拜就到这，愿上帝平安、祝福，甲咱三个同在，咱彼此来请安。